人類關注組。之前人類關注組介紹過花名叫做牛咁眼嘅武術指導兼演員陳國權，關於佢嘅故事，大家可以喺片尾 click 過去睇返。而牛咁眼呢個花名其實係嚟自陳國權喺1979年拍嘅劇集《貼錯門神》當中，佢係第二男主角，角色名就係牛咁眼啦。而呢套劇集嘅第一男主角叫做黃元申，佢嘅角色名叫做招積仔。黃元申係70年代尾走紅，有唔少令人津津樂道嘅角色，但係之後佢毅然放下一切。到底佢嘅演藝之路係點？之後發生咗咩事呢？喺講佢嘅故事之前，各位聽眾記得先 like 呢條片，訂閱我個頻道，同埋撳埋個啷啷，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黃元申1948年於上海出世，佢屋企係書香世家。1歲嗰陣舉家嚟到香港生活，嚟到香港之後屋企環境唔係咁好。黃元申係屋企嘅長子，其後爸爸媽媽再生多咗5名子女，佢哋一家人住喺彩虹村。而早期黃元申曾經喺調景嶺嘅明遠小學返學，後來就轉校去到香港調景嶺中學嘅小學部。由於家境問題，中間有休過學，一直到14歲先小學畢業。期間喺1960年佢12歲嗰陣，有一次佢行過灣仔嘅鵝頸橋，竟然喺橋底遇到一位武術高人。黃元申拜咗呢位高人為師，因此就練成咗一身好功夫。佢尤其擅長跳躍，可以原地跳高到6英尺，為佢日後打功夫片奠定咗基礎。小學畢業之後，佢輾轉讀過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、維新英文書院同埋利瑪竇書院3間中學。1970年佢中學畢業之後就投身社會啦，做過侍應、售貨員、玉石學徒等等。佢雖然好勤力又唔怕辛苦，但係佢成日都好迷茫。佢成日諗呢啲工作就算長期做落去，似乎都冇辦法改變到自己同屋企人嘅貧苦。冇幾耐，佢嘅細佬竟然為佢帶嚟咗個機會。當時邵氏影視藝員訓練班招生，細佬走去幫佢報名，而黃元申又成功被採錄。自此佢就踏上咗星途，而且佢嘅演藝之路非常之順利。1972年佢參與功夫片《臥虎狂龍》嘅試鏡，唔止成功，而且導演對佢高度讚賞。加上佢份人有義氣，又中意幫人，人哋叫佢幫下手，佢成日都係答 OK。久而久之，人人都叫佢做 OK 仔。冇錯，佢係比彭健新隻狗更早期嘅 OK 仔。出色嘅表現同好人緣令到佢一起步就非常之吃香。由1972年成為《臥虎狂龍》嘅主演之一，佢片約不斷，去到1980年每年至少都拍1套電影。1979年更加1年間足足拍咗4套，包括《廣東十虎》、《亡命嬌娃》、《強中更有強中手》同埋《新貼錯門神》。佢演藝生涯中拍過20幾部電影，後來重心就去咗拍電視劇。佢自1976年起已經加入咗無線電視，佢第一套劇集叫做 CID， 飾演一個好盡責嘅高級督察。加入無線電視令佢更加入屋，廣受家庭觀眾所喜愛。1976年呢一年，佢足足拍咗11套劇集，其後一直去到1980年，佢拍咗超過20套劇集。其中喺1979年，佢喺我哋一開始講嘅《貼錯門神》入面飾演招積仔。招積仔同牛咁眼係懷住夢想去到城市闖蕩嘅年青人，有雜耍功夫又有笑料，劇集非常之受歡迎。同一年，佢同石修火拍《絕代雙驕》，佢飾演小魚兒，石修就飾演花無缺。小魚兒呢個角色生性善良，但係就性情跳脫，成日扮成係無情無義嘅壞人。佢精通所有旁門左道之術，又自稱天下第一聰明人。黃元申將呢個亦正亦邪嘅角色演得好立體。《絕代雙驕》當時係香港收視率最高嘅劇集，更加榮獲紐約國際電影電視節金牌獎。
黃元申係當時電視台最紅、最受歡迎嘅小生。不過呢個時候就傳嚟咗唔係咁好嘅消息。話說佢早喺1975年27歲嗰陣就同台灣藝人史善宇結婚。結婚之後，太太曾經跟隨黃元申喺香港生活。婚後1年，佢哋嘅大仔就出世，一家3口本來樂也融融。不過就曾經出現過小風波。1978年，各份報章都有報道過佢哋嘅婚變傳聞，更加話黃元申同當時都係已婚嘅無線花旦趙雅芝關係匪淺。而家網上仍然喺舊報道中揾到，話當時黃元申嘅太太手上有一封黃元申寫俾趙雅芝嘅情書，亦都有報道指當時黃元申工作實在太忙，冇咩時間喺屋企，搞到冷落嬌妻。老婆仲曾經激到帶埋個仔返咗台灣嘅娘家。之後黃元申決心改過，花多啲時間陪屋企人，成功氹返個老婆。去到1980年，佢哋個細女出世，湊成咗一個好字。而呢段時間佢言談間睇過，對娛樂圈好厭倦，可能係無中生有嘅緋聞，亦都可能係因為年終無休嘅工作，令到佢好想改變。1981年33歲嘅佢轉投亞洲電視嘅前身麗的電視，一加入佢就迎嚟咗更大嘅成功。佢一入麗的就喺劇集《少年黃飛鴻》入面飾演黃飛鴻，同埋喺《大俠霍元甲》入面飾演霍元甲。《大俠霍元甲》其後喺中國各地電視台播出，收視非常之高，令到黃元申當年紅遍中港。呢個時期佢安排太太同埋一對仔女去到台灣生活，佢認為嗰邊嘅居住環境同埋教育都比較好，佢嘅仔女都入讀國際學校，所以佢工作之餘都港台兩邊走。佢亦都為台灣嘅華視拍過《珠江群龍》同埋《飛花逐月》兩套劇集。1987年，佢曾經對記者提過，佢想離開香港去美國做種草菇嘅生意。佢話希望做返一個普通嘅人。其後去到1988年，佢就話拍完麗的嘅劇集《衙門風雲》之後，就會同太太仔女移民美國。呢部劇亦都係佢最後嘅幕前演出。本來以為自此黃元申就同屋企人一齊喺美國好好咁生活，點知去到1989年，佢作出咗一個驚人嘅決定，佢離開咗太太同埋仔女，去到香港大嶼山嘅寶林寺出家。早前人類關注組介紹過嘅何寶生出家之後都係曾經隱居於寶林寺。關於何寶生嘅故事，大家都可以喺片尾 click 過去睇翻。有指原來黃元申早於1984年嘅時候已經開始信奉佛教同埋茹素，佢嘅太太同埋仔女都有陪佢一齊食素。喺41歲出家之後，佢發號顯身。有指佢提過出家之後心情特別好，過去生活得好辛苦，成日要諗角色、諗情節、爭名利，搞到個人筋疲力盡。佢喺寶林寺每日3點半起身，4點做早課，5點幾就食早飯，7點鐘就開始誦經，然後就喺寺院入面種下菜、淋下花，又會練打坐。有指佢唔單止拒見圈中好友，連太太去到寺廟揾佢，佢都唔願意相見。太太一個人養大仔女，但係咁多年嚟，屋企人始終希望黃元申可以翻返去佢哋身邊。有媒體指2005年嗰陣，57歲嘅黃元申收到太太同埋仔女寫嚟嘅信，信中字字想念，感動嘅黃元申決定還俗，而且去到美國同屋企人一齊生活。不過又有另一個講法，2008年喺山西一本雜誌《文史月刊》中，有一個叫做金克明嘅作家就寫低咗佢喺文章刊登嘅冇幾耐之前，喺九華山上面嘅化城寺遇見咗黃元申。佢話黃元申並冇還俗，只係離開咗寺廟，雲遊四海，更多時間係喺美國嗰度隱居修行，亦都唔再抗拒同屋企人見面。金克明形容黃元申一身杏黃嘅袈裟，灰布纏住小腿，頭髮同埋鬍鬚都剃光。關於佢有冇還俗，各有說法，只可以肯定佢已經離開咗寶林寺，更加多時間喺世界各地。天地之大，只要能夠拋開煩惱，形式同埋身處之地都並唔重要，一切都只係取決於
於自己個心，而佢同太太仔女失去咗好多年嘅相處光陰，期望佢喺美國嘅時候有好好彌補。當喺生活工作上感到厭倦，難免會有個念頭想拋棄一切，係睇通睇透定係逃避，就因人而異啦。而其實人生係可以有好多選擇，可以放個大假，又可以讀書轉行，好似之前介紹過嘅前香港小姐徐子珊，佢離開娛樂圈之後鮮有露面，而係默默咁樣開拓屬於自己嘅美好新生活。關於佢嘅故事，大家而家就可以撳過去睇啦。今日嘅人類故事就分享到呢度，唔知你有咩感想，歡迎留言分享。另外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埋個啷啷，分享俾所有中意聽人類故事嘅朋友，亦都可以考慮以 Super Fans 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